屏东县警方接到通报，高雄高山有一栋大楼，那像有诈骗机房藏伫内底。因甲高雄的警方合作，透过为关楼施工的方式，为两台爬入去。嫌犯未负反应，是全部拢去予警察抓起来。事后发现，这个诈骗集团是专门伫交友软体找目标，骗人投资，共赚大钱。翻过女儿墙，对，下降。来到这栋15楼高的厝顶，特警警察经过努力墙，准备要对角，目标是创新伫大楼11楼的诈骗集团的机房。警方表示，这诈骗集团以假交友名义，伫交友软体当中随机来找被害人，假做要以结婚为前提，需要投资赚到结婚的基金，骗取这的中国人士汇款。当场抓到11名嫌犯，其中2个人甚至因为诈欺，还佫有商标发放通缉，伫逃亡当中有缘继续犯案。诈骗集团经常透过假交友、假网恋、假投资等方式诈骗，如有要求购买点数、汇款、索取账户等情况，应提高警觉。这11名嫌犯将会以组织犯罪，还佫有加重诈欺等罪嫌，移送予屏东地检署来侦办。警方嘛提醒，诈骗集团拢会以提供着现金的援助，也是需要协助汇款等等的方式来降低着民众的戒心。若有这种状况，就要随时提高着警觉。记者王刘婷、林昭权，屏东报道。